3、2、1、どうぞ。日前，台南济活动伫日本千桥市赤城驿站登场。活动期间，总共有10个单位，其中有9个来自台南的厂商，带来台南在地特色美食甲农特产品，相当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。欢迎前桥市民以及群马县的民众能够来到台南。我们明年有很多大的活动，那我们也会鼓励很多台南市民来群马、来前桥，双方多做交流，不管是教育交流、体育交流、文化交流，通通都是我们计划的范围内。3天的活动吸引5万人次的参与，比有期加了2倍，销售金额超过240万日本钱。这个成果代表市府成功将台南的风貌传达给日本的民众。我想明年就是2024年，就是台南400年，我们举办了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湾灯会以及台湾国际蓝展，这个部分都是很多台南的民众以及台湾的民众很热切期待的，也很欢迎日本的朋友能够前来。但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桥市的民众，今天有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众，我们感到很感动。那也希望把台南市好的这个农产品、水果以及美食介绍给前桥以及日本的朋友。这场活动当中有一个农会产品的专门度足悬，台南市农业局表示，后续将积极辅导商品伫日本销售，也会持续拓展农产品的外销市场，创造农贸经济效益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